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种竹签呐，就竹签如果说鱼吃到啊，那一定是会死掉的。啊，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的话也没办法消化，这个就对环境会糟。还有保丽龙，对，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我目前海洋会器物哈，最大宗的就是当然就是蚵棚了哈。那蚵棚它就是一个竹材了哈，竹子去架构的哈。啊，再来就是它的浮具，浮具的量也不少，主要也是保丽龙。再来就是我们的渔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蚵棚的一个管理机制哈，我们目前有一些措施啦哈，像总量管制，就每一位蚵农他养的数量哈，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核定了啊。那这个总量管制，它就不能超过我们核定它的数量啊。那再来就是说，它要申报啊，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它每一年啊都要向渔会来做一个申报，它养殖的一个棚数哦，那就要做申报。那申报以后，我们后续就会做一个管控。等它养殖完成，哦，它回收的棚数要一样。哦，如果它有少，哦，那一棚就要花3000块。目前大概就是有做，再利用的部分有做我们有机肥，哦，燃料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都做了非常的都很健全。那另外我们在这2、3年也跟龙崎这个农会，因为龙崎农会它本身就是我们黑竹炭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农会所以由他们原有的设备它的窑去做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海竹炭。就是利用废弃科架，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些海竹炭的系列商品。那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竹炭的竹醋液，那它这个利用在我们的吸附异味啊，像是我们的厕所，或是说是我们有人在抽烟的话，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海竹炭的除臭包，我们可以放在衣柜啊、鞋柜啊，它是一个环保，然后可以重复利用，拿去晒太阳都可以重复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对于海洋垃圾其实坦白讲，各国也都非常的在意，尤其对了让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更好。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吨，3000多吨，到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那我也希望说这种东西最好是大家不要丢垃圾嘛，就不要丢海洋，不要把垃圾随便丢弃在海洋中这是最好的，免得可能你丢1公斤垃圾，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掉。所以呢，因此希望大家最好还是把垃圾带回家丢到正常的地方，不要再丢到海洋里，不要污染我们的海洋。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6月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新化区外环道路自通车以后，拢无号名。最近台南市政府想要核准杨贵大道，不过地方煞无同款的意见。议员余主清伫作质询就建议，要核准大马港大道。议员余主清表示，新化区第19架线外环道路转长大约5.7公里，是新化区唯一的一条30米的道路。最近听到市府有意要将太平里这段号名做杨奎大道，议员表示，因为该路段对中央桥到仁爱之家只有2-3户，市府只征询少数的意见，就要来号名，并无公平。建议市府以新华的旧名大目港来号名。对此，市府民政局回应，会搁再甲地方沟通，征询地方的意见。这个杨奎大道是毋是讲？咱已经有一个杨奎馆伫遐，咱刷来这条道路是毋是会当规条拢来叫做咱的大木匠大道？迄是一个阮对地方一个怀念，一个
名讲一个自较早较大汉，一个感觉讲啊，我就是生化，我较早旧名，我就叫做大港，互人知影讲我是伫地出来的。安尼是毋是讲，咱进前迄条杨奎迄前一段嘛，就莫阁号啥物杨奎大道，咱就规条互畅通，变成一个大木匠大道。无你头前迄集你讲的杨奎大道后壁，搁一集叫做大木匠大道。啊，若万不幸，若互恁强行通过头前杨奎大道后壁，就叫做杨奎大道1段、杨奎大道2段。恁袂当安尼处理啦，恁头前遐杨奎大道2户尔，恁用这便宜行事，安尼我感觉阮地方来讲，阮最无谅解呢。马紧议员，我的报告吼，这阮会经过着地方的共识了啦，袂讲强行去啊好好的，是因为路是地方的使用嘛，认定嘛，啊讲地方无共识的话，我会考虑你免烦恼。另外，伫新化老街，为了处理民众违规停车，市府交通甲警察局伫咧当地正式科技的执法，不过却引起店家甲民众的反弹，恐惊影响到老街的商机，加上附近还阁有市场。对此，议员建议，伫咧开发进前，是毋是应该先规划停车场，并提供市场内2块私人的空地，供市府来参考。对此，市府回应，停车的规划会搁再来考量。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台南建成400年，台南市政府特别成立专案办公室。议员李美燕、李周志顺特别建议，希望会使结合台湾第一盐的历史，卖互台南400无看到南区。议员林美燕对过去市长苏南成搞苦添灾，为台南市所留落来建设，为了迎接明年台南建成400档，议员嘛特别呈现民间对着文化的重视，送予市长一幅台湾第一盐的故事图，希望台南400。嘛，应该看到南区盐城台湾第一盐，盐内代表是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一个母鸡啊，有很多每个阶段每个时代，它都有必须要借盐跟田来做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带路。所以台湾第一盐在哪里呢？台湾第一盐在台南，台南第一盐在南区，南区第一盐在盐城。盐城第一眼就是在我们盐城天龙宫，我只敢这么大声的讲，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石碑，这个就是天龙宫的石碑，是由我们台南市政府在民国102年跟美燕一起将立碑的，那时候不是市长您，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在整个专案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我们针对台南市重要的一些文化，我们来表态。那大家更知道，我们台南市是文化历史的。除了南区的文化被看到，另外议员嘛以安平为例，虽然台南400重点放伫安平，安平有真侪历史甲古迹，不过议员嘛认为安平的核心伫咧运河，伫台南的400活动嘛爱互世界看到安平运河的水。除了加强周边的光雕，另外伫咧水质的部分。嘛应该爱加强，千万袂用的有恶臭。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为今年7月开始开办老人健保补助，不过有排付的条款。议员方一峰李周志顺就讲，有真侪老大人唔知有排付条款。对此，消费局表示，受到影响的老大人大约有17%。台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健保费的补助，对今年7月份特别来实施。不过因为有排付的条款，真侪长者拢关心家己到底是毋是会用受补助。对此，议员彭一峰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问市府的社会局，除了所得税率5%的限制，另外受抚养或者是有土地、存款等是毋是有限制？对此，社会局长回应。受影响的长者大约17%左右。报抚养，所以讲呢，安尼报落去，这个比率咱咧算我相当悬，有一个悬的比率。另外呢，那么真足侪咱的长辈伊名下也有土地，包括着农地也好，包括渔园也好，伊不动产，包括厝啦，种呢，这够算落去。因为税率是5%迄是所得税，
所以呢，伊若其他的收入吼，比如讲伊若买卖土地啦、租人的时阵吼，向算收入。所以伊的土地若无买卖囥伫遐的时阵，其实伊无收入的，所以伊可能就无交着所得税，伊就袂吼，伊就当会着补助。另外，为因应青壮人口的选入，宜兰饭一号嘛建议，是毋是会用伫西港的中央公园建立亲子馆，将占地大约1公顷的公园，透过地目的变更，调向多功能亲子馆来规划。对此，社会局嘛回应，如果款项无问题，会来向中央争取建设的经费。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这几天天气真正有热，台南市东山区公所特别准备水果冰沙，予下港的民众真受着娱乐。民众食着冰沙足消暑，也毋过这个地点是一个台南市东山区公所。做欢喜的，做凉的，做好食，很好啊。对民众这样很贴心啊。东山区公所6月启动大型服务，为车港民众奉上一杯冰沙，甲垦丁富安宫以及农民合作，用东山上钓时、上钓味的山野制作成冰沙，提供予民众享用。咱东山呢，有名就出产什么水果呢？大项拢有，有啥物货？有咱的木瓜，有咱的山野，有咱的奶枝，有咱的火龙果，还有咱的西瓜。咱不以无同的这个季节所出产的这个水果呢，咱有拍无同口味的这个冰沙，要让咱大家来享用。市长恩伟体也特别到区公所，将冰沙一一送予车港的民众，以娱乐区公所的这项创意，并表示区公所是市政府伫各地第一线的单位，除了爱做好基本的服务之外，也爱予民众感受到公所用心为民服务的品质。大家记得以前陈水扁前总统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就首创民众到公所或是政府机关洽公的时候，公务员还帮他们奉茶，而且把柜台降低。今天我们台南市东山区公所，他们提供很多新鲜的水果，然后加上我们的机器，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思乐冰，好，那这个很厉害的。所以说，为民服务创新啊，更加一步。东山区公所表示，冰沙供应的时间是6月到9月，每一天透早的10点半到下晡3点，欢迎民众来公所请讲的同时，卖袂记只来一杯透清凉的冰沙。台南新闻杨顺怀综合报道。文化部推出文化新人礼金，只要是18岁到21岁的青年，6月6号开始，就会使领到1200点。台南市文化局佮推出文化杯青年优惠座位，予青年买票有优待。魔术师将钱1张变2张足神奇，也毋过后面还佫有大礼包。成年礼金是文化部要送给18岁到21岁的青年的礼物。文化部已经推出属于18岁到21岁青年朋友的1200点新人礼金，鼓励因进入剧场观赏艺文表演。文化部为了艺文的长期的扎根特别以发出文化礼金。那这个文化礼金，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18岁到21岁能够进到剧场来看表演。所以这次的文化币推出，希望大家能够善用文化礼金，然后进到剧场来支持我们台湾在地剧场艺术创作者的一个作品，让我们的自己的内容产业可以更加的蓬勃的一个发展。台南市文化局特别结合38个表演团体，预计有63场节目，推出3500席的青年实惠优惠。只要使用文化币购买，就会当享有超值优惠。头一波合作的优质节目，包括着无独有偶剧团、春和剧团的节目等等。春和剧团郎祖明更穿着演员陈汉典衫，现身现场做宣传。6月10号下午2点半，还有晚上的7点半，在我们台南的文化中心演出《叫我林彩香》，欢迎大家呢来欣赏。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我们有文化币，有青年币，你只要用500元就可以做到1200元的票哦。欢迎大家使用，欢迎大家来叫我林彩香。叫我林彩香是电视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前传，由龙舟混德演、高玉山、吕曼英、钟瑶、陈汉典、杨小黎、吴怡佩共同演出，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中央高铁站附近有一间咖啡厅，
老板正经历墨尔本担任咖啡师傅，即马伊将澳洲的咖啡加点心炸转来台湾，要和澳洲转来台湾人会使食到欢乐的口味。左营高铁站附近的路旁，一间纯白色的咖啡厅飘出了不一样的咖啡香。老板曾经在澳洲担任咖啡师4年，这间咖啡店处处都是他曾在澳洲生活过最美好的记忆。主要是自己太想喝墨尔本的咖啡了。2020年3月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回台湾休息一阵子，然后结果就是澳洲突然锁国，然后这期间就那1年内，我就去了很多店，就是很多咖啡店。可是就是找不到喜欢的那个味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墨尔本工作的时候，我每天就是可能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忧郁一点，然后比较冷，你可能想要喝一杯比较浓一点的咖啡，你是可以随时的去调整。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种通常就咖啡的日常已经消失一阵子的时候，大概1年多，我就觉得说原来我有这么想念那边，然后就是因为疫情啊，才想说那我就开店好了。然后也是因为疫情，我决定要开澳式咖啡店。这算自肥吗？老板解释，在台湾常见的咖啡大多为美式及拿铁，容量通常为300毫升。澳式的热咖啡不仅品项多样，且最少可以只有100毫升，就是希望即便品尝到咖啡的最后一口，也会是最刚好的温度。例如这杯短笛，入口微苦却不涩，层次鲜明，能从点滴中品味出咖啡的烘焙香，是爱咖啡的人都能沉浸的好滋味。除了咖啡，店里的甜品也是客人必点。香蕉蛋糕是墨尔本常见的庶民美食，家中的早餐桌上、超市里、车站的贩卖部内，处处可见它的身影。香蕉蛋糕那时候就是每天工作的时候，然后就会看到厨房，就是每次都烤得很香。然后我们早上就是忙完一段时间，下午基本上咖啡室比较没有什么事，然后我都一直跑去厨房，就是看师傅，他们可能看我太想要做，然后就教我做。因为那时候开的时候，就是台湾真的是没有吃到这种香蕉蛋糕，因为表面会比较酥脆一点，然后我就想说，我开店的话，我要卖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香蕉蛋糕。有烤过的话会加奶油，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有烤过的。烤过的话就是外酥，然后内软，但是也是偏扎实的口味。另外，这里的蜂巢脆脆也不可错过，微甜鲜奶油、口感酥脆的饼干，加上清爽伯爵茶味的海绵蛋糕，让这道甜点成为咖啡店的人气第1名。其实当时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有试过台南那种街边小吃，就是那种原味的碰糖。那我们有试过加了黑糖跟麦芽糖。那整体的话，黑糖做出来的颜色没有那么鲜艳，然后麦芽糖就比较偏甜一点。然后原本的那种焦糖就是也是可以吃，可是它就是比较单一的那种焦糖味。然后蜂巢脆脆，因为它本身就是下苏打粉下去嘛，所以它的那个蜂巢状就是很像蜂蜜，所以后来就想说，那我们也是做蜂蜜的口味，就整体上吃起来觉得意外的蛮搭的。就是真的有去过墨尔本，去过澳洲。那我们打工度假的人会想要回来吃看看，就曾经住过墨尔本的人啊。那时候我朋友带我去一间咖啡馆，就在墨尔本还蛮有名的。那一间咖啡馆它就是店很小，就比我们店还小，就大概只有5、6坪而已。然后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它有3个大窗户，然后那个窗户就是会有窗台，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2、3个人就站在店内的窗台，在那边站着喝咖啡。然后当时窗户也是开的。所以店外的窗台也是有人站着，然后偶尔就是聊上个1、2句，就感觉那氛围还蛮不错的。小小的店面摆上许多象征澳洲的装饰品，还有大片的落地窗、户外的座位。不论是咖啡或是甜点，都是老板在墨尔本待了数年之后带回台湾的无价记忆，也是许多游子归台后偶尔怀念异乡的美好地方。记者肖宇轩、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你敢爱食麻辣火锅吗？高雄有一间专门咧卖火锅的店，徛伫门口，就会闻到香味，香香搁密密口味，互这间餐厅每到暗时人拢叉。位在高雄左营的一家锅物专卖店，老板选用北海道昆布熬煮高汤，并加上秘制的辣油。一走进店里，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人食指大动。
一开始创这间店前，我们大概也准备了1年左右的时间。对，那其实就是一直在研究食材啊，怎么样调配比例是比较刚好的。我们一开始也都不是做餐饮业这个区块，只是觉得想要吃麻辣。我们有去吃过很多别人的口味，那吃完之后回来自己再上网研究一下。那研究完之后，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透过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对这方面也有研究，我们去讨论说，怎么样可以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口味。老板说，因为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麻辣锅，所以下定决心自己研究配方，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味道。这里不止麻辣锅好吃，还有牛奶加上秘制辣油的麻奶系列。我们在开店前，我们就有测试，就是加入我们的麻辣的那个味道，然后去制作成麻奶这样子的感觉，口感是如何。那其实一开始就有预设这个麻奶的口味，只是当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再想办法去可能突破怎么制作会更顺。对，因为你呈现出来之后，你一定要让客人吃起来、喝起来口感是好的。对，那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是偶尔会失败，就是可能煮起来会觉得会有丑怪怪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不敢就是冒险，就呈现餐点出来。对，那我们就一直去尝试着去突破。老板花了1年多的时间，研究出自己也爱吃的味道，就连不同的辣度用的辣椒种类也有区分。大辣的部分，我们会除了加朝天椒，然后会再加就是鸡心椒跟辣粉下去，调出它比较辣的程度。中辣以下，我们就是纯粹用朝天椒下去加，因为辣椒的部分可能你放太多朝天椒下去提升它的辣度，但是它会把麻辣的味道汤汁给盖过，所以变成说你吃不到原本的味道。我们自己也会吃我们自己的食材，那不可能就是我们不敢去乱用，就是来路不明的。要给客人吃的，自己也要敢吃。7年来，老板始终秉持着这个理念经营餐厅，只希望客人吃得开心也放心。记者周福庆录音家高雄采访报道。热天想要吃冰，佮惊食伤济会伤身体吗？高雄有一间冰店，物件拢是用天然食材做的，不管是珍珠还是粉圆，拢非常的特别，受到真侪人的喜意。炭烤过的甘蔗片冰，铺上绵密的芋泥，再加上满满的配料，在这么炎热的中午吃一碗不添加糖水的冰品，让人感到消暑又解渴。外面的冰其实都会加糖水啊，然后会比较甜，可是我自己本身不是很爱吃甜。好，所以加上我自己小时候以前是住屏东，那我们家离屏东糖厂还蛮近的，那我就想说，我小时候因为支气管不好，那长辈都会说支气管不好，那就是要喝那个烤过的甘蔗汁。那我就那个时候突然想到说，那我就可以用那个烤过的甘蔗汁来把它做成冰，那这样我们冰就不需要加糖，而且那个味道又很特殊。炭烤过的红甘蔗，再经过5道工法，有着特殊的香气。老板在冰的种类上也下了不少功夫，片状的冰不只让融化的速度更慢，里头也包含了老板的巧思。片冰其实它制作过程非常麻烦，一般的冰就是做成冰砖，然后客人点餐就是刨冰上桌。那可是这种片冰它是有特殊的机器，甘蔗汁是流动的时候会瞬间结成薄薄一层冰，那我们刮下来，它就形成一片一片。所以它没有长时间的解冻，所以再加上那个甘蔗汁本身有糖分，糖跟水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冰做出来，它的结晶体是松的，所以我们的冰连敏感性牙齿人都可以吃。店里的招牌冰是许多人的首选，里面的琥珀珍珠更是老板最自豪的一款配料。当中最特殊的就是那个琥珀珍珠，因为那个琥珀珍珠它是用银耳。就是所谓的白木耳下去做。那其实在我刚开始要找这些配料的时候，我们成立这家店一直在发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配料都是非常天然、
然后健康的，那是完全不要有任何添加物。店内很受欢迎的还有5颜6色的包心粉圆，制作过程不添加色素，也让顾客吃得更健康。包心粉圆它本身就是里面包馅，它是有那个地瓜、紫地瓜、红曲、抹茶、白凤豆、红芸豆，所以我们看到包心粉圆它就是5颜6色。老板也根据水果的产季，研发出季节限定的口味，以新鲜水果及果汁，让顾客吃到水果本身的甜味，也让顾客在不同的季节来，都能有不一样的选择。鲜芒甘露片冰是我们在夏天季节限定推出来的产品，它是用芒果汁去做成那个冰，所以它基底冰是芒果汁做的片冰。然后在上面我们会放上爱文芒果，那我们的爱文芒果我是特地去找到农家是用有机栽种的，然后再铺上1层的我们自己煮的椰浆、西米露，然后再加上一点西柚，吃起来就是不会让你有过多甜腻的感觉。想要吃冰消暑的同时，也讲求吃得健康，那就不妨来试试这间使用天然食材的冰品店吧。记者黄冠维、卢赢家高雄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6月2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寇曼金，咱再会。